2026年3月19號啊，日本隊公布咗最新一期嘅世界盃集訓名單。咁名單裏邊啊，大部分嘅球員咧都係熟口熟面㗎啦，淨係咧得一名新人入選嘅啫。咁對於呢一個選擇啊，主教練森保一嘅回應係咧，佢知道啊，而家係處於世界盃最後嘅準備階段，並唔係咧一個大膽啟用新人嘅最佳時機。但係啊，徵召呢名球員咧，或者係可以幫助球隊咧衝擊世界盃冠軍，增添一份可能。嗱，好明顯啊，森保一咧對於呢名新入選嘅小將咧，寄予咗極高嘅期望。而呢位幸運兒咧，就係岩貝健人。2026年1月20號啊，德甲嘅和夫斯堡宣布從荷甲嘅 NEC 尼美根咧簽落咗20歲嘅日本前鋒岩貝健人，雙方咧簽約到2030年。咁呢名年輕嘅前鋒咧，將會着住7號嘅波衫咧，征戰德甲嘅賽場。咁加盟冇耐之後啊，喺一場和夫斯堡對陣梅彭嘅非公開熱身賽裏邊啊，岩貝咧就斬獲咗加盟球會之後嘅第一個入球，可以話咧為自己喺德國嘅足球生涯啊開咗個靚頭。嗱，啱啱踏入21歲嘅岩貝健人咧，佢足球生涯嘅起點咧都唔算太順利。佢係出自橫濱 FC 嘅青訓體系，喺橫濱 FC U15青年軍效力期間咧，出場嘅機會咧寥寥無幾，最終咧都冇辦法成功咧晉升到 U18嘅青年軍。咁之後啊，佢就嘗試報考早稻田實業、法政、同盟學院等知名嘅足球強校，但因為咧足球成績唔夠咧，全部都失之交臂。咁當昔日嘅隊友咧紛紛行上咗精英足球之路嘅時候咧，岩貝咧最終選擇咗國學院大學九我山高校，咁帶住一股咧一定要證明自己嘅執念咧，踏上咗一條咧同眾人咧截然不同嘅成長之路。2026年2月15號啊，德甲第22輪，岩貝健人咧獲得咗正選對陣阿比萊比錫。咁嗰場比賽咧，佢喺中場咧完全俾對手壓制住，仲俾對手突破咧多達7次，防守上咧幾乎冇任何建樹。咁去到第60分鐘咧就俾人換咗落嚟。嗱，賽後啊，媒體將佢評為咧全隊最低嘅4.5分。呢個咧已經係繼上一輪咧對陣多蒙特之後咧，岩貝啊連續2場獲得全隊最低分。入咗九我山高中之後咧，岩貝咧冇即刻迎嚟命運嘅曙光。雖然咧佢係憑藉體育特招生嘅身份咧入到學校嘅，但最初咧佢被分配到嘅球隊咧係佢哋學校頂級梯隊遙不可及嘅4隊。咁嗰一刻啊，岩貝咧徹底醒悟，佢知道咧只有付出比常人咧更多嘅努力咧，先至可以改變自己嘅命運。嗱，於是咧每日佢都會喺球隊常規訓練結束之後咧，去公園咧自己練習敏捷性，練到深夜咧都唔會停。就算休息嘅時候啊，佢都唔會放鬆。早上咧會偷偷去學校咧練習射門，去到中午休息嘅時候咧就全力咧做力量嘅訓練。嗱，日復一日嘅堅持咧，令佢嘅身體咧發生咗巨大嘅變化，速度咧變得更快，體格咧變得更強壯。咁喺高中嘅球隊入面啊，佢嘅體能咧慢慢咧變得無人能及。就係咁啊！一位曾經喺4隊嘅少年咧，靠住自己嘅刻苦同埋韌性咧，短短1年咧就成功升上咗校隊嘅頂級梯隊。2026年2月21號啊，德甲第23 round， 和夫斯堡咧對陣魯格斯堡。咁比賽咧去到第67分鐘啊，個波咧輕輕咁飛咗入球門，入球咧淨係20歲嘅小將岩貝健人。咁呢個入球咧係佢第一個嘅德甲聯賽入球。咁由全隊最低分啊，去到處子波咧，岩貝咧淨係用咗168個鐘。2023年啊，高中3年級嘅岩貝健人咧，成為咗校隊嘅隊長。咁喺全日本高中足球大賽東京預選賽裏邊啊，佢就為九我山高中咧打咗多個咧關鍵嘅入球。其中咧對陣帝京高中上演梅開二度咧，成功咁幫助球隊咧晉級到全國大賽。咁呢次啊，係佢第一次，亦係最後一次登上全國大賽嘅舞台。第一場咧，佢哋對陣大和歌山高校，佢打入咗1球，幫助球隊晉級。但係啊，喺對陣最終冠軍岡山學藝館高校嘅硬仗裏邊咧，佢就冇辦法打破僵局。球隊咧最終以0-0咧戰平，點球咧大戰以5-3落敗。佢咧亦射失咗1隻點球。雖然啊，球隊咧止步，但岩貝健人咧仍然俾外界咧視為日本最具潛力嘅年輕球員之一。嗱，高中畢業之後啊，自信心爆棚嘅岩貝咧曾經試過日本職業球隊示範，但每次咧都無功而返。佢好清楚啊，自己唔可以再咁落去。
所以咧喺2023年咧，佢透過綜合型選拔考試咧入讀應慶義塾大學，就讀法學部嘅政治學系，同時咧加入咗學校嘅足球部，重返賽場。嗱，咁喺第一嗰年啊，佢已經被賦予咧象徵球隊嘅10號波衫。咁喺第一個大學聯賽球季啊，佢就瘋狂咁打入咗15球，幫助咧學校咧升上咗關東大學嘅次級聯賽，迅速咧喺大學嘅足壇咧嶄露頭角。嗱，冇人諗到啊，呢個當年咧連橫濱 FC 嘅 U18都入唔到嘅少年咧，會用咁迂迴嘅方式咧，再次靠近職業足球嘅舞台。2024年1月25號啊，橫濱水手宣布咧同讀緊大一嘅鹽貝咧簽約，將佢咧登記為特別指定球員。鹽貝咧正式開啟職業足球嘅生涯。2024年4月10號啊，橫濱水手對陣大阪飛腳，鹽貝咧喺第67分鐘咧替補上陣，完成咗咧職業生涯嘅首操，幫助球隊咧2-0贏波。咁之後啊，喺對陣上南比馬嘅比賽裏邊咧，佢第一次咧正選出場，踢咗57分鐘，仲喺第21分鐘咧打入咗職業生涯嘅首球，用實力咧證明咗自己。2024年6月啊，鹽貝健人咧入選於日本 U19 代表隊。咁喺對陣意大利 U21 代表隊嘅友誼賽裏邊咧，雖然日本隊咧最終係以4-3落敗，但鹽貝咧喺比賽裏邊咧上演咗帽子戲法，成功咧吸引咗荷蘭球探嘅注意。2024年8月啊，鹽貝咧做出咗重大決定，從應慶義塾大學咧休學，同時咧終止同橫濱水手嘅特別指定球員資格，永久咧轉會去荷甲嘅尼美根。咁加盟尼美根嘅第一個球季啊，佢上陣28次，打咗5球，仲送出1次助攻。咁呢個表現咧吸引咗奧地利嘅豪門細斯堡紅牛嘅關注。咁雙方咧達成咗450萬歐元嘅轉會協議。但係啊，天有不測之風雲。鹽貝講過啊，無論係尼美根咧定喺日本咧，都冇發現咧佢身體係有問題。但係喺最終體檢嘅時候咧，查出傷病，令到呢筆轉會咧被迫告吹。夢想嘅突然破碎，令鹽貝咧備受打擊。但係佢好快調整心態，決心咧喺新球季咧重新出發，目標咧係要成為2025-26球季荷甲嘅最佳射手。嗱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，2025-26球季啊，鹽貝咧就迎嚟咗大爆發，代表尼美根啊上陣咗14次，就瘋狂咧打入咗9球，高效嘅表現啊，再次咧吸引咗歐洲豪門嘅注意。最終啊，未能夠達成荷甲最佳射手目標嘅鹽貝咧，喺冬季轉會窗咧，被和夫斯堡啊用900萬歐元嘅違約金咧，直接帶到德甲賽場。嗱，值得一提嘅係呢個球季咧，鹽貝效力尼美根期間咧，大部分嘅入波咧都係以後備身份完成，充分咧展現咗作為騎兵嘅價值，總係咧可以喺關鍵嘅時刻咧幫球隊咧提供幫助。而森保一呢一次啊，將佢列入世界盃嘅集訓名單啦，好可能咧就係睇中佢呢種咧後備即爆發嘅特質，希望咧佢可以喺大賽入邊啊成為一個 X 因素，為日本咧衝擊冠軍咧搏一鋪。嗱，咁喺啱啱結束嘅日本同蘇格蘭嘅比賽裏邊咧，亦印證咗呢一點。佢喺77分鐘咧替補上陣，為日本隊嘅前場咧帶嚟咗衝擊力同埋硬度。最終啊，亦得益於咧佢喺禁區裏邊嘅背身攞波，造就咗啦伊東純也打入咗制勝嘅一波。嗱，呢位由底層一步一步爬上嚟嘅本前鋒，佢喺歐洲嘅故事咧，其實先至啱啱開始。你點睇佢嘅未來？你覺得佢值唔值得帶埋去世界盃呢？不妨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我係電視君，我哋下集見。